你敷你敷你敷敷你你敷你敷你。穗正姐姐来了，尖尖的耳朵，一双黑黑的眼睛，加上一颗大爱心。小福尼，我是一只小狐狸，热心助人，从来都不缺席。小福尼，让我来陪伴你，现在跟我唱歌，一起来集齐。因为我一直也都还蛮喜欢狐狸的，然后喜欢《小王子》这本书，喜欢狐狸里面的角色，因为狐狸有讲一句话说，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，要用心感受，所以我就一直都对狐狸非常好感，所以就想说这一次重新出发，就想要以小福尼这只动物，然后有一个可爱的形象，然后因为我也是首次尝试创作，对，所以就觉得一切都还蛮有趣的。就其实这一次的团队几乎都是我身边的好朋友或是家人的帮忙，对，因为刚开始创业蛮困难的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感谢这些好朋友，像是亮点之一小熊姐姐。对，然后还有洗菜姐姐跟牛牛哥哥，那分别就是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了。他们是一听到我想要做这个儿童的东西的时候，都很信任我，马上就答应无偿的演出。对，所以非常感谢他们。我是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姐姐这个职业，那我本来就觉得我不可能会就是离开，那离开某某的也蛮突然的，其实一瞬间我也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怎么继续下去的，但是后来就觉得，那我既然这么喜欢这个职业，我就试着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做看，然后后来就出现小福尼，然后我就想要打造出一个我自己星球的感觉。我会希望小福尼在今年就是他10月曝光之后，也就是公益活动为开始，当做小福尼的初心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带着小福尼在北中南都可以有公益的结合。我是觉得公司有他们的立场，我的想法是说，我感谢公司过去对我的栽培，我合约到了之后，我就决定自己出来创业，我也是抱着感恩的心，感谢公司这样子。但如果未来有机会合作的话，我也不排斥，因为这7年在公司真的收入不高，但是在工作中获得很多的快乐，还是会有很多现实的压力，所以我才会想说要转去开台。因为我平常就会有关心的团体，然后就会小额捐款或者是定期的每个月扣款。有一次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就说佩君啊，你这个月的薪水就是没有办法支付你那些定期的扣款，然后当下我是觉得蛮冲击的，就觉得说我当姐姐5-6年了，因为其实我金额也没有很多，就是可能有好几个，但是都500块500块500块这样。我说哇，我竟然还没有办法支撑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情，然后就觉得不行再这样下去，那我就想了说，我来开台，然后顺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，然后玩游戏给大家看。那如果这样子还能够有一份收入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一开始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你会不会想的都太美好了？就是你好像一直以来都这么天真欸，他就这样讲我。那我就回答说啊，你不就是喜欢我的天真吗？这样子撒娇过去，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老公真的给我。从我离开某某之后，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支持，那我非常感谢他。